英语教育埋咧高堂做诊所啊，做其他咩啊，所以当时政府就把那个高堂拿就会一叶之用。后来中高政策落实以后，83年中高政策落实以后，定价高1万人民币，因为拿到1万人民币，就通过 AT 房买一块地方，买到人家做一半是地，98平方，98平方，室内人员给我们用，是那太太祖父我们高地，有88年空间，当我们人来的时候，这空间以后的高地，哎，这个因为当时